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南市政府举办着商圈节电公民参与的计划，鼓励商圈组队来参加，而且提供着补助的经费30万，希望透过这个计划，让商圈更加有省电的意识。为着能源转型，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办理台南市商圈欠电公平参与计划，让商圈组成合适圈，针对欠电问题做探讨，希望透过计划提升欠电意识。我们推动商圈节电公民参与计划，编列的一个总金额是30万元，那预定至少选出3案。最佳的一个提案哈，那提供补助经费。这个计划经发局鼓励商圈小招附近的业者、社区民众甲地方团体做伙来参加，协助商圈来执行计划。那每案的一个补助经费为执行经费50%为限哈，那最高补助新台币10万元。113年台南市商圈欠电公民参与计划，会伫咧11月17、18号连续办理2场的推动说明会，鼓励商圈组队来报名，争取市府的公共资源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